有真侪台湾人介意日本文化，有人会去日本读册、做事，甚至是定居日本。公司来去台青春咱的梦，下暗7点半就要带观众朋友来去日本，看咱台湾的少年人伫咧日本创业的过程，安怎推广台湾的文化。这成本来10万。张宏玉伫10多年前为着学做红仔，去日本读专科的，还阁去庆应大学读研究所。前5年去真出名做红仔的公司食头路，为着创作家己的 IP 红仔，去年离职改做自由接 case 的。虽然薪水无济，不过伊是真欢喜心。要讲什么梦想，迄个伟大的梦想我较无，我就是迄个做家己想要做的物件。哎，我们大声大小声的。镜头为关东转到关西，即间伫咧京都卖拉面的店头，伫咧疫情的期间，有一寡调伫咧日本无法度回国的台湾人，为着互因消透思念故乡的心情，伊开始做台湾的料理。台湾竞赛希望会当伫咧日本推广正港的台湾味。日本遮有的人会讲会拍到咱台湾的看板，啊，佮做出来这毋是台湾味的物件，所以我想要做的是真正的台湾味。伫台湾真正快汉药，因为法规甲医疗体系，还有历史文化的差别，伫日本是真罕见，嘛无啥理解。王一定是庆应大学研究所出业的，伫日本用社群媒体宣传、甲现场活动等等的方式，希望甲台湾汉药的文化推广去更较侪所在。就是我爸爸是在台湾也是开中药店的，后来是来日本留学的时候才发现，就日本没有台湾的中药，然后那个时候才发现，就是台湾中药很珍贵，是一个很好的文化。台湾青年伫咧海外打拼，加减会拄到困难，不过因用行动展现勇气甲坚持，写出属于因独有的故事。记者洪兆生、吴一修日本报道。